来看今仔日有一位小姐指控讲，伊34年前伫台中一间私立国小读5年的时，去互一个姓詹的老师性骚扰。经过调查了后，确定成案，不过学校却是讲无爱扩大调查。 接受校长颁奖表扬，面带笑容。这名曾经伫咧台中市某私立国小任教的詹姓退休教师，去互一名A小姐指控，34年前读册的时阵，去互伊摸身体性骚扰，而且经过了解，尚无有5位小过几落届的学生受害，受到 Me Too 的运动启发，20号决定透过人本基金会召开记者会，讲出老师的恶行。摸胸、捏腰，或者是沿着制服里面 的内衣吊带抚摸的背部的性骚扰行为，除了我亲身经历之外，我也见过老师对其他女生进行性骚扰的接触。要求要扩大调查，学校的借口又是说年代已久，牵涉人太广了，所以我无法做。请问这是什么态度？ 到目前为止都拒绝扩大调查。人本基金会批评，本案去年9月接到检举提出性平申请，今年5月经过调查认定詹姓退休老师性骚扰成立，但是校方拒绝扩大调查，而且要求受害学生倒转来学校来看行为人的道歉函。校方是表示一切依法办理，目前无法源会使扩大调查，若是有受害人提出申请，拢会受理。 有向本校提出申请的受害人，我们都一一的详加调查。若有任何人后续提出申请，本校亦当依法继续进行调查。公开道歉，如果在调查报告里面就说要求那个行为人公开道歉，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权责，而且不应该就是说在学校内道歉。台中市教育局认为，请受害学生倒转来学校看行为人的道歉函，实在无妥当，应该公开道歉。但是强调本案当伫咧行为人甲受害者的申复程序当中，伫咧申复期限结束之前，任何单位对外公布内容，恐惊有涉弊的问题。记者台中报道。